大都是同样的，你学习不业的，用老兵来去，你学什么这个兵来去变老了，他你所讲以前的你国家也对，说这个毛病就是这个中央的这个我了，讨论些人家啥事，老变老说怎么准备，然后你有些定选这个。然后处理设备大概变老，变那个空个被大概变老了，就没必说的，在这里都把这种就记录呗，阿妹。而喏，你看呀，你看呀，这个看到的。当然了，我叫跑站，跑地跑路。